闽南语的艺术总监，我负责来调唱车，我就交予伊。这个囡仔的排练，这个演出的这个串场，甲伊的动作，拢由小米老师来教导。小米老师真辛苦，本来今仔日是无用通来，因为伊就安尼正人要爱，正人要爱啦。伊即摆有出一本书吼，甲伊讲伊是一个戏精，有影你是人精。所以呢，安尼正人搭团都要抢伊，伊真正无用。今仔日拄好真拄好，今仔日无录影。伊就随赶紧来关心这个囡仔，无伊嘛感觉讲，伊甲拢无看到，所以吼，今仔日特别放假互伊来看。小米老师是个人是真好，做3工录影，你做3工录影咧，我毋知你一工录，你要办做一工嘛，我就不错。我昨都录说讲，我拜六日不错。这本就是伊的新书。叫做不管是人精戏精拢好，伊是一个真好的人，好朋友、好同事、好伙伴。老板，谢谢你。今仔日你教学生教安尼足辛苦的，你有啥物感觉？伊讲吼，你较等拢莫叫我讲话吼，叫我做啥物拢会当，莫叫我讲话吼，我都无法度，我讲两句就好啊，安尼，我讲两句。我意思是讲，我这学生有当这个兴趣哦，也是我老师教的。因吼，你家己看就知影，大家拢会好做，一点一句拢家己也做出。所以吼，也是爱感谢老师。谢谢，你袂使讲我啊。自家我。也报阮迄个陈小姐，迄个陈清华，这规场的设计，也有行政，伊一个人做几啊十项工作。这囡仔的这个打扮，这个造型，拢伊一手包办。我拢无差，伊就是用好这，我才看到讲哦，也是安尼哦，所以真正用心，安尼专门做甲要1点才转去。实在是真正唔甘，辛苦你哦。点我就来啊，昨昏嘛来，只要讲，了解，你若讲一句吼，绝对吼，请你到底啦，所以谢谢。阿咪这个款的拢。你有讲的嘞？来讲。我简单讲，我是爱来遮，上我的找名次啊，上我会当来遮是古早，咱外走古仔哦，安尼做是苦工做老师，一直拢咧做，即摆外面一直变，然后咱随阮本来阮食阮的名，我来来是名次，好，感谢大家谢。妈呀，来。安尼小米老师，请你去遐济，互你讲两句。我做观众。咱真注意，咱来演，咱一个来介绍。即摆要演的，较正啊，要演的叫做大娇歌。我若想着讲这个大娇歌呢，互我呢印象真深。人讲人生有戏有人生，在伫我幸福的时阵，伫迄个集团，迄个集团的时阵，有一个前辈者，真是真爱学业。迄个前辈者爱活到安尼到尾吼，无囝拢怀长，吼，囝也无爱，某也无爱，到尾啊，煞咧输教输甲结心哦，煞食鸦片薰。迄食鸦片较早无啥物安慰他们，拢是咱讲鸦片。迄真可怜，若要演出的进前，我安尼4、5岁就看伊安尼穿一个戏服，倒咧射针安尼对这脚安尼动落，哦，我也阁有印象诚深。倒点伊，互人掠去关，倒点伊就阁出来，出来伊就阁食，安尼，到尾啊呢，煞互人关，感觉伊就写这
歌，有一摆甲我讲，娘啊，来，师妹啊，教你念歌，阮念什么歌？伊讲念歌、教歌，这就是吼，我安尼我家己的经验，所以吼，我家己写作歌，你一定爱学习。我自迄个4、5岁记到即嘛，我即马才家己安尼家己提出来搁重演，就是柯老师吼，家己制作一个歌曲，真正活泼。就是讲即个囡仔用古早味来跟较早的即个老前辈留落来即个地方。毋过吼，你若是讲吼，拢家变做现代，又搁无味。若讲创新不脱离传统，咱今仔日就是创新传统的物件还搁伫咧。咱来听这个囡仔伫咧演歌叫歌，我家编做一个剧，你家看真正趣味。咱即马要演出的即个歌谣歌啊，就是咱国立戏剧学院咱的大学生吼，大三的吼，即个歌谣的吼，叫做张敏君吼，大学3年的。搁即个好野人的空囝，袂晓开钱的即个吼，叫做王嘉诚，这是大学部2年的，因两个来做对手，真趣味，请热烈的掌声欢
是是，啊，今仔日头家，我说起好，等我来做真的。龙家，龙家，好呀，这卡谁先啊？哦，你头家。目睭明明都看，是安怎要结钱啊？靠呀！卡死死！叫无钱，我都无甲伊关系，啊，毋这目睭放起个假钱。我是说哦，迄名叫做是洋行的行的，迄毋是用行行的，互你叫用行，叫甲拢走咯。嘿哦！即马叫人叫，迄人讲着叫，我着气。哎呀，啊你爱我有着气？毋是啦，是生气咧气啦哦。啊你讲着分，我血着倒。食粉血当然嘛爱倒。哎呦，是啦，是血倒的倒啦。哦，讲着是酒，是解唔好。啊你都爱啉，解起来当然嘛毋好。你十个你啊去酒楼去用嘛？你无用倒的，啊无你要用起来哦。啊你这卖倒啊？毋是迄个意思啦。哦，好啦好啦。啊我头拄目睭放起去，啊听你一直咧看苦，啊无你是咧苦什么来？你讲我知。我可是阮老爸一个心，放一个家伙哪当到？我逐天好中我才钱的生意加走，啊毋是哦，中我才钱多点的变成好。你看我两个也无靠啊！我是开一个开，还是开无咯？你也辛苦哦！好了，摕来开互你诶！袂用的啦，安尼想过讨债，下入天，安尼哦。哦，啊，我看着啊，说了差咧土地，土地，袂用的啦，我惊伊生他会死计白的，安尼哦。啊，说了差的名称诶，名称诶，袂用的啦，我惊田仔会来偷摕啦。哦，啊连地惊死，啊放会惊飞，啊无安尼啦，回去啦，拢摕来去救济，救济。你看我有苦也无苦，为了苦过自怜，可怜哦。我算叫总去食，我更加可怜。我是太可怜了，我可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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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啊，无安尼啊，你来考我什么人较可怜了？要比赛就对，对。我嘛靠你吼，你遐个钱，拢总互我甲你摸你行，袂用的啦。啊，你若靠输，啊，我若靠输哦，阿爸。啊，我就一箍人啊，啊无我呐，我做你做这样的袂用的啦。你若是靠输吼，啊，你就爱做我的赌仔，你就爱甲我，甘甲我来洗身躯，咱来去下境啊放拖路啊，放拖来洗身躯。细细卡甘苦，我细你就教我，甘
会到领下头，靠会无食都唔知影。好，安尼让你先靠。好啊，咱即马都来甲伊靠落去。咱打一啦打。来靠一摆呀伊，靠互伊通人无当照知呀，靠互伊床啊是变菜，靠互伊内是变堕胎，我靠互伊个内变地呀，靠互伊水家哦。变酒钱呀，迄靠水有所变了钱，靠互伊锅所变咸钱，我靠伊啊，靠互伊兵啊变小啊，靠互伊厝外是贵了了，靠互伊食饱煞唔知了。我靠互伊观音变大墩，靠互伊地变沙文来，靠互伊苦瓜所变结笋，靠互伊肉肉变做囡仔村，靠互伊查甫变男孩，靠互伊地光变着乌啊，靠互伊所变情歌，靠互伊大早是变香咯。干嘞！啊，即摆是你靠赢，我靠赢。哎呦，啊，我咧唔讲做朋友诶。好啊好啊，咱唔好问遐讲。各位观众朋友啊，即摆是伊靠赢，我靠赢。你赢。我赢。我赢啦！你赢。你赢是靠卡头靠，是安怎是伊赢啦？你赢。差不多。哈，无输赢，无输无赢诶，安尼袂用，爱继续搁甲靠落去，也唔愿讲再了。台湾大家听诶，靠伊细汉是在影，靠伊大细是拢丢惊。我靠伊台湾靠你送，靠伊大家拢变空爱，靠你一定是伊要讲，我是爱靠你伊做靠我啥人较厉害，也靠输互人做路仔呀，做路仔我无害，你若得靠后摆啊才过来，才过来。今日靠到这为止，后摆吼，共一个所在，才过来这靠的比赛。注意无？哦，注意哦，真生活化，讲戏如人生，人生如戏。就是安尼嘛，这是成人实事的代志，咱家编做一个剧，啊，今仔日互囡仔来成果演出。虽然是一个小小的舞台，也毋过有一个成果的表演，或者囡仔伊袂失望，较有创意。希望讲咱大家才甲阮斗支持，若有做无好的所在，请多多原谅。啊，即马人讲吼，食鱼食肉嘛，着爱菜价。咱拄只吼，就是伫咧收包啦，两个三尾空啊，伫咧收包。一个是有钱开无路，啊，一个是外教国家拢无钱，爱用靠来比赛。啊，咱即马吼，咱有文嘛爱有武，咱即马用一个武术
伊要来出来拍舞，吼，伊练诗，啊来出来拍舞。那这个囡仔就是嘛是这个林炳汉吼，伊是大学1年的，伊即马要来拍舞，个人聊，请甲阮鼓励一下。虽然讲心肝真艰苦，化疗着伊的妈妈，毋过这场这个幸福的演出，伊一定爱演。所以吼，伊虽然妈妈安尼，伊毋过伫这个舞台顶，伊嘛是安尼真欢喜来伫咧表演。咱家鼓励一下，祝福伊妈妈早日康复，吼。伊的名叫做。郑金宇哈，这是你老师不画画谢谢郑金宇，谢谢。草啊，韭菜、炒米粉、炒大米是上好食，人客啊有人要买咯。
甘心，我就这囡仔，那叫妈妈伫咧医院，用伫这个舞台剧，也是真正活泼，真正高水。你说伊啊，祝你妈妈早日康复。再来，还佫有一个，佫较细汉，是我的查某孙啊，佑佑，佑佑真古锥，今年才9岁，听着我伫咧教学生讲，阿嬷我嘛要演，我讲好啊，要演，就叫小米老师甲伊套一个水鸡歌，伊今仔日要出来抓水鸡，非常古锥，咱甲伊鼓励一下，我才。
心哈，用心嘞。大家跟老师谢谢。心肺哦，后摆啊够地啦，后摆啊够地。后摆啊，过来呐，听着讲我们人地地起来是够标嘞，加油！好摆，我无来。